工地嗰啲，哇，燒鬆地啊，幾分鐘嘅大佬，哇！大火燒咗差唔多10個鐘頭，去到凌晨2點幾，火勢大致受控。大埔宏福苑星期3發生5級火，截至星期4，火警造成至少55人死，包括1名殉職消防員。哇，燒鬆地啊，幾分鐘嘅大佬，只係幾分鐘，火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，大量竹枝被燒到爆裂跌咗落嚟。哇，燒埋出嚟添啊！哇，燒到啲樹啊喂，燒到樹啊喂！哇喂，我哋走啦都要喂！警方喺下晝3點左右接到大量報案，火警喺下晝3點02分升為3級，喺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再升為4級。有人影到屋入面火光紅紅，拍攝者不斷係咁喺度咳，大量濃煙席捲半空。火勢之後蔓延去到附近嘅宏泰閣同埋宏山閣等。去到夜晚6點22分，火警升為5級，成個屋苑8棟大廈入面有7棟受波及。一落去已經見到燒到好高好犀利啦，已經差唔多燒到成10幾樓啦。跟住佢就有好多嗰啲火舌啊，嗰啲咁嘅彈出嚟，周圍彈到邊度就邊度着。跟住就我哋嗰座就着埋，燒埋隔離嗰棵樹。成棵樹燒着咗，然之後就成個地都係火。我叫我太太走，佢落到樓下已經出唔到大門口啦，啲火已經燒到佢大門口啦。咁佢話翻上去，但係跟住而家我又已經揾佢唔到啦。大批居民需要疏散去到社區中心或者社區會堂等。警鐘啊，就真係聽唔到，因為個個都係聽唔到警鐘聲。我哋嗰座聽唔到，人哋嗰座我唔知，就係冇響過。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事件表示哀悼，對遇難者家屬同埋受災人員表示慰問。佢要求全力以赴撲滅火災，努力將火災傷亡損失降到最低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喺火警嘅第2日下晝去到大埔宏福苑視察災情，佢之後會見傳媒。我哋正係經歷緊呢一場集體嘅傷痛。喺呢個艱難嘅時刻，我哋更加需要堅強面對，共度時艱。我亦都希望社會各界將哀痛同埋關愛轉化為建設嘅力量。我哋會成立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，政府會投入3億元，為受影響嘅居民提供援助。我哋都知道好多熱心人士同埋機構都係好想提供幫助，亦都表示希望去作出一啲捐輸。我哋已經係設立咗一個戶口，呢個係喺中銀香港嘅戶口，戶口號碼係012875219015997。我哋喺今晚嘅7點就開始接受。大家可以喺呢個戶口裏邊呢係捐贈。我哋會確保呢，我哋呢個基金會用喺大埔宏福苑嘅援助工作裏邊。就為咗即時
去幫助受影響嘅居民呢，我哋會喺今晚即時派發每戶災民1萬蚊嘅應急補助金，以解佢哋嘅燃眉之急。